你要不说的话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哎，你等一等，顾西城，我那天是去见了个男的，可是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。我去见他是因为他以前救过我。救过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是在我9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爸爸说要带我出去玩，他让我在路口等他，没想到他把我给忘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有他，那天会发生些什么事谁也不知道。其实那天是我们第2次见面，我就想亲口对他说声谢谢。你能不能相信我？真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。我之前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去找他麻烦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没什么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